你心有朝自在，那安尼尽量，你尽量不要去过，忍耐就好。所以这是你的很多修行，一方面的在讲这个讲，你要如何遇见安心，有经验后，你才心来不这个东西，所以才能受得了，然后不可以。这个物件，哦，咱我将这部分来讲啦，但是伊内面这个物件，我既然讲的这个物件，咱我无爱去讲吼，这个那个解释。就就直接跟这些本开始讲了，就直接开始讲。内底个人吼，讲个有限，这意义也差不多，就这意义啦吼。因为而且毕竟我一条条解说吼，较较会安尼啦吼，所以咱直接讲到这个所在啦吼，后处。继续去研，即摆开始，即步的开始，因为过去迄两段是都是发展吼，即摆事物的重要，即个都开始发展了，安尼啦，后处就是特别来讲什么问题啦吼，要定啊，我们这里所在啦，其实我是不该做好些，但是已经检查起来是。已经无迄个野性的传染啦，那么无法烧啦，但是少一点我本来是叫蔡经理嘛，然后该讲好啦，爱就做 OK， 我是讲咱跑老命来，你以后我就讲辛苦辛苦，考试。好，最好向我们大家欢迎小马，身体健康并且安康，谢谢各位。共情起立。感谢目前的慈悲前导义工，敦道义工。一般向无极老母亲3级公里前导义工。在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，持架向无极老母亲3级公里前导一鞠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鞠躬。众驾目前人鞠躬，众驾点传师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鞠躬，众驾目前人鞠躬，众驾点传师鞠躬。好，大家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，